一間屋終於安靜了，一顆心先開始動搖。自細很聽教，笑容何其重要，容讓是禮貌，道歉不可缺少。累了，一盞燈只好熄滅了，一粒星顯得更寂寥。難道我寧願他人好，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。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只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想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？能耐耗蝕到幾多歲？流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